由文化部规划邀请歌戏天王天后13个表演团队，联合演出1624，描讲400年前台南建城的历史，有多元的语言、多元的族群融合的故事。按算明年2月24、2月25，就会伫台南盛大来演出。向拜。眼前这排拢是一顶一个歌戏演员，因得为明年的大戏1624记录。这出歌戏全台湾总共有13个表演团队参与。戏是咧讲400年前荷兰人来台湾，伫咧台南安平设布伊据点，建立一咱家城，讲台南建城400年的故事。演员嘛讲，因剧本读了，对台湾的历史有如深的感动。在讲那个大航海时代，为什么台湾在国际上被看见，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的一个起点。我们的努力，跟我们的祖先的辛苦，跟怎么样族群融合在台湾这块土地上，好笑、好看，而且很感动。这也是我们今天读本每一个演员所读到剧本的时候，大家真的打从心里佩服。忽然间发现，我来对台湾有气。这出大戏要演出台湾数在400年前后祖先渡海来台湾这块土地的过程合族群融合的故事。文化部长苏铁嘛希望这出戏会当互咱愈了解家己。咱的戏曲演员啊，是老家己的目屎演别人的故事啦，吼。但这届啊，咱是演咱家己的故事，这是一场我们国家自己的历史课。这出戏里面还动员到京剧的、豫剧的、国乐的还有特技团的。我们希望用台湾的歌仔戏来演台湾的故事。1624这出戏会伫咧明年2月24、25伫台南建城400年的时阵留一演出，希望民众会当透过歌戏更加了解属于咱台湾家己的故事。记者林小凯台北报道。